那我们昨天已经慢慢讲的话呢，哪边是讲到比较重要的重点来讲的话呢？大家如果可以看到，我知道大家很多人有在跟我讲，我说这个不是1514的鸠摩罗什翻译的，我知道那样子，这个我知道它是结合了很多人的翻译，可是为了让大家比较容易了解的缘故，大家可以知道说，我就想说比较容易用简单的名称，就是鸠摩罗什译跟玄奘大师译，这是为了让大家容易的去了解。和大家可以看到说，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的这个呢，跟我们在藏文看到的文字比较相似，乃至在中文的时候呢，这边玄奘大师会有一些是我们在藏文没看到的字，有看到像什么我们看到的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我们在藏文版的几个大版本的翻译呢，我们都没看过，没有看过这个字，不代表没有，但不代表没有，这不是说没有，可是在于梵文的版本我没亲自看过，所以我不敢跟大家讲梵文有没有。可是，在看到我所看到的所有的藏文的版本的本子呢，在最前面的时候呢，没有看到这个说度一切苦厄的这个词。刚好很好，有同学问这个问题，我想说我们等一下可以顺便问老师来知道。可是我跟大家讲说，在于藏文的文字的版本当中呢，是不是我漏说，而是说在藏文的版本是没有这一句的度一切苦厄这个词，这一句话是没有的。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上面这边来讲就没有度一切苦厄的这句话？他没有这句话，他就是照见五蕴一皆自性空，他就没有说什么度一切苦厄了。他这个不知道玄奘大师的版本或者他的意，所以大家也知道为什么藏文做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以前的这种的翻译的规矩里面来讲说，你前面一定要有说梵语约或者汉语约的什么版本，和到一般在最后的结尾的时候呢，他会说这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在哪个地方，他译的哪一本是谁翻译的。这个来讲的话，我记得我跟大家讲，我说我记得那时候我才19岁，那时候是的104的甘丹赤巴尔姆他跟我说啊，以后啊你要翻译啊，你要写你的名字在下面。我就跟仁波切讲说，我没有要出名啊。我没有要让人家，我就要隐姓埋名。他说你说什么啊？那样子，还被骂猪头了。他说不是叫你要被出名啊，他说我叫你要负责，这是叫你负责啊，不是叫你要出名的。是什么？是以后你说翻译版本的时候呢，是谁翻的，哪一时候翻的，在哪一个地方翻的，人家才知道找寻到。或者你这个翻出来的话，人家不知道是谁翻。就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宗大师很明显，宗大师在他的年少时所写的著作，跟他中年写的著作，跟宗大师的晚年写的著作，他的笔锋就完全不一样了。宗大师本身所实现的笔锋就不一样呢，那更何况像我们这种人的。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版本在中文的话，或者以后大家可能有碰到一些译者或者来讲的话呢，我们为什么因为我还碰过这样子，我所翻译出的文章被人家后面刷掉那样子。把我后面那一段说在哪个地方哪一月谁翻的，他以为我要出名，所以自己那个不是要出名，是要自己要负责任的来去做这个来讲的话，人家不知道就把这个全部刷掉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来讲，是代表我负责任。像后面的，如果我们看到像在藏文版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像我们中观根本汇论，是不是老师上面就说有什么卷，有几个寄送。是哪一个人跟哪一个核定，谁审核，谁把它作为最后的审核等等，这个作为来讲的话呢，这是他代表他负责的这个著作来做的时候，所以因为我们知道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所诵的心经是玄奘大师译的，但我们找不到说，玄奘大师是依着梵文的哪一个版本。是哪边哪边写的？和玄奘大师是他在他的早年从那兰陀是回去翻的呢，还是在他晚年翻的？我们这个在因为历史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无所知的时候，那以后对这个来讲，可能是大家有机会接触到翻译版，这个是为什么在藏文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在做的这个来讲是
这一件事情来讲，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我会帮大家问的就是这个度一切苦厄来讲，因为大家有看到我们是不是说，不管我们在昨天在后面来讲是在梵文版当中有的词句，在藏文跟汉文当中都没有的。顺便谈到，因为我们今天谈到的时候，那不是有讲到后面讲到那个四空性的这个地方来讲，我们不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来讲的话，我们耳熟能详所背的是什么呢？那个顺序跟藏文的顺序跟梵文的顺序完全是不一样的，是颠倒过来了。可是也有它很大的意思。可是当然，在后面这边，在我们中文的版本也好，在藏文的版本也好，都有一句没有翻到的话，就是我们说什么是它有一个叫做凡是色即是空，凡是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它有一个这个词句的话，在后面的不管是梵文的广本也好，或者是梵文的略本来讲，那个两本心经里面都有这句话。可是在于藏文的译本当中，跟在于汉文的我所看到的汉文的译本当中，我们都没有看到这句话出现。那当然，它的意思是什么？跟就是色即是空，空性即是色，非常的相似，意思也是一样。可是，在于原文的版本里面，在梵文的原文里面是有这句话的。那我们昨天已经讲到哪里的时候，是不是前面来讲的话说，已经是与据说舍利佛成佛威神力，白圣观音自在菩萨摩诃萨，善男子若有欲修般若波罗蜜多妙行者，作何修习？这边的问题我们都已经说，这是问的问题已经讲完了吗？我们昨天有跟大家略略讲的话，这边在于大师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跟藏文的有不一样是什么的话呢？我们这边是有一个圣观自在菩萨，有一个圣者圣智的这个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告具受舍利子言，这边来讲的话，这一句话都是什么呢？都还是所谓的开许经。这句话跟舍利佛跟观世音菩萨是是他们不是他们自己亲口说的，都是阿难尊者在集经的这个时候，集经的这个人去说什么呢？是说出在问难跟回答的那个情况了，就是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回答舍利佛说，所以他后面才会再说一次说的舍利子嘛，就是观世音菩萨在对于舍利佛的这一段的回话。看我们昨天在这边是不是有跟大家讲的话，这个来讲梵文的话呢，这个前面的舍利子跟后面的舍利子的用词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中文是翻成的一样了，可是在于梵文的跟藏文的原本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前面是 shari dadi bu， 后面是 shari bu。那 shari bu 有一点是我们比较快速的，或者比较没有那么来讲的话，我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有些我们来讲可能比如说我们是像我来讲，你说叫我如圣，它有一个前面是讲是如圣就有点像这样子的差别来讲的话，那后面的舍利佛这个观世音菩萨来讲的话，就等于是说如圣舍利佛的前面的那个 shari dadi bu 等于是说什么是如全名的那个来讲，那个什么差别呢？后面的那个短的来讲，就是代表说什么是 shari的这个什么 shari 女士的儿子嘛 ，shari 女士的儿子叫舍利子。那 shari dadi bu 是什么呢？是加上他的种姓了，因为他如果是婆罗门，他是王族，什么来讲 shari dadi bu， 因为大家知道舍利佛他本身是婆罗门族，他不是王族，他是婆罗门族，等于是把说他连他的种姓跟族别都说进去，这是你这个子啊，你是什么什么的什么姓氏的什么王子等来讲，来去说这个来讲。那所以呢，舍利子，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是不是在这边来讲呢？说就是我们昨天的善男子善女人已经做了很广大的解释，就是说善这边来讲，什么是具有因缘，具有这些条件，具有这些等等的因缘，都可以听到的什么？那什么乐修般若波罗蜜多妙行者，应作是观。什么？凡是想要嘛，凡是想要依着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行持而去行为的人，要怎么去做呢？是到这边来讲，他等于说这等于说什么呢？这边来讲的是已经在讲了，说什么是我们的总说了嘛？总说起来讲说，我们一直在前面来讲，它有
有包含了什么？去对于因为应该这样讲说，境上的般若波罗蜜，以及道上的般若波罗蜜，以及果位上的般若波罗蜜。境上的是空性嘛，道是所修持的四道，以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而去获得圆满的果位上的般若。那因如何观呢？我们这边在于藏文，在藏文的时候是有一些的智慧，我应该说这不能说藏文，在梵文上面就有。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这个是老师跟我们在看这个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在于梵文的解释里面就有讲到这几个字的字句，是特别在哪里呢？是在于集护论师的大弟子莲花戒大师。我们有9本心经的大注在于梵文当中，其中的一个最有名的注解是什么？是莲花戒大师，我们叫伽玛拉希拉大师或者莲花戒大，就是大家常听到的讲修持3篇的这个祖师大德。讲修持3篇的祖师大德，大家如果看到他的画像，一般来讲的话，有看过故事，他是拿着那个念珠在那边转的那个，在手上这样转的这个祖师来讲，他叫莲花戒大师，或者我们叫他叫为伽玛拉希拉。那他说什么的话呢？他做了一个解释，什么是因以相貌真实而后观照，对，因以相貌真实而后观照五蕴一皆自性空，他有这样讲了。那为什么讲到一皆自性空呢？这边来讲的是什么？是有2者的解释嘛？我们老师是不是前面讲了？一个是代表说什么，在于初转法轮已经广为宣说了毗特伽罗无我，在这边也在要广说什么呢？也要广说法无我了。不仅是宣说毗特伽罗无我，在初转法轮，在2转法轮这边也要宣讲的是法无我。还有一则意思什么呢？是照见五蕴一皆自性空的。这边五蕴是什么？是种嘛？种的说，它代表是108种的分类里面的最前头。就如同对于五蕴的空性是这样子去照见的一样呢，后面的12处、12缘起、18界等等等等的这分类也依照要这样子下去，就是从前面的这种5种的分类，第一个起头的五蕴的这分类，一直到108者，全部都是如此的照见了。那这边为什么一直来讲呢？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讲说，因以相貌真实而后观照，五蕴一皆自性空呢？因为在于莲花戒大师这边解释的是什么？它包含了所有的5道实力都要包含在这里面了。它包含了所有的根、道、果3者的般若都在这边了。怎么说呢？照见五蕴亦自性空，这边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境嘛？境上面的。而以相貌，为什么叫以相貌呢？以相貌代表是它是什么？它是以分别，因为在藏文的这个以相貌而去证的是什么？代表它是用异共相或者粗略的依着分别心而去证的时候呢，这边代表是什么？那应该有人说想说照见五蕴皆空的是什么？是先要去证空性啊，先要去证空性。因为我们说什么呢？这边的主要在心经的所讲的所化机是立根者，他是在还没有发起菩提心之前呢，他已经要先证空性了。而后面以相貌而再去证什么？再透由这样去听闻空性，而什么呢？升起了以比量而证得的这个来讲是什么阶段呢？是在于资粮道跟加行道的这个2种阶段。那以真实这个词是什么呢？1510嘛，清清楚楚见到的时候呢，是什么呢？这是见道跟修道。所以如果要结合的话呢，要一般按照在莲花戒大师的解释，首先是什么？是我们要这样结合，是因以相貌观照五蕴亦皆自性空，以及后面是因以真实观照五蕴亦皆自性空。那因以真实而后观照，或因以相貌而后观照五蕴一皆自性空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都要加而后？而后是什么？这代表是未来，你将来，就是我现在跟你讲的
5到10地的情况是如此，你先要证空性，再要去发起资粮道、加行道，再升起见道跟修道呢，你往后啊，未来啊，你也要这样子如此的去修持啊，你要这样子，你在未来尔后嘛，这个之后你要如此的去修持，和你要升起来，一直到什么呢？去证得所谓的那种果位上的般若的这种果位上的般若而获得。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呢，这等于说什么呢？这一整段已经我们说观世音菩萨在回答舍利佛的时候呢，他给予是什么？有透由总说跟广释，总说跟广释，这个因为这是我们在用菩提道次第广论法真法师的翻译本，他的用的就是广说跟应该说是总说跟广释，或者略说跟广释，他用这个词的话，略说的意思就是什么？我把那个精要啊，我把那个重点来讲的话叫我们叫略说。广是什么？把这个地方叫一一的分下去，广为去宣说的话，所以这个前面来讲的话，观自在菩萨给予的回答说，应作是观，应以相貌真实耳后观照五蕴一皆自性空。这个什么呢？这是他的略说或者总说的这个回答。从后面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于空性，空性不异于色呢，是他的广释了。他开始做广释的，从结合了什么呢？五蕴的一一，前面只是五蕴的总说，后面是五蕴的个别的色、受、想、行、识，个别而讲了。那最后我快速来讲的话呢，在这边来讲的话，如果是按照鸠摩罗什的翻译本的话，什么呢？前面的两者在这边来讲说的这个什么呢？是所要证明的，而后面的第3句跟第4句是什么呢？是能要去证明的，用作为原因。什么呢？应该等于说什么？用简单来讲说，色为什么既是空呢？因为色不异于空性的缘故，是要这样子去结合。那也是说什么呢？那第二者说什么？空性为什么是色呢？因为空性不异于色的缘故。所以如果我们去做这个广释来讲的话，第一是所要被证明的，它是透由什么去能证明呢？是第3，而第2是所要被证明的，它是怎么呢？透由第4个而去变成是能去证明的。这是藏文的翻译，藏文的译本是这样子。而我们中文的在这边用玄奘大师来讲的话呢，是什么的话呢？是他刚好是颠倒过来说，色不异于空，空不异于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什么？是先把原因放在前面，所证放在后面的。看紧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后面就是说梵文本有的，藏文跟汉文本里面没有的，就是凡色即是空，凡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它也有这样子的。那大概是我们今天略的跟大家来去做的一个复习，大概是到这边这样子。诸佛正法众尊，直至菩提我归。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众尊，直至菩提我归。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众尊，直至菩提我归。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也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也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妙香遍土，花散之大地，须弥四周，日月所庄严。尽如佛土，我乐尽供养。愿诸有情共享此净土。idam guru rana menje lagam niya dayame。涅巴格里诺卓西也得跟着柬埔寨，甚至跟着尼基，同时去了上贼路，同时去了上贼路，同时去了上贼路。다 카디 못 줘요. 그러게. 그러게. 다 드린 가서 깨지 시에도 조디 동바지조 동바지조도 차디오래. 진짜 이디 자네 다 가서 그래. 다 동바지조디 담보 깨지 시디가로 손으로 드리려고 당고 있으래. 아니 가서 간주 다 시라님 뭐 추비 니만이 빠테다. 내가 저 가서 팅에기 샤프진이 증에는 사무도만이 돈 제위. 아니 계자 림보치 슈바이바. 다 데니기 뭐 투가 데니 다 데니만 제니 다 드리게체도 용거 알다. 데니디선에 녜미기 커서는 가서 계자님 보티기 슈군다보다 다 다른 투기비가 잘해.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或者主要要讲的是什么？是有我们昨天一直跟大家讲的那个名词，叫说结合式空性嘛，是不是结合式空性的这边来讲的话呢？那我们在这边已经讲说要结合式空性来讲的话呢，是要把我们在哪里呢？大家如果可以记起，我们在第2天是不是有讲到说空性的重要性？以及之前也有讲说何为空性，是不是也蛮广的，或者花了1堂课跟大家讲说什么叫做空性，跟前在第2天的讲说空性的重要性，或者了解空性的重要性的时候呢，我们是说等于是上半身跟下半身的要结合的话呢，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再结合起来。和今天是什么？等于是把这些的这种的相关联，或者这边的连接，以及把它做一个结尾，把它一个收摄。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最后的这个收摄，在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对。다 담보 제수니디 시제바이나 가서 그래. 일단 등에 쓴보티 질레라티니 중고요래.
아니 레디 다 니모라 되는 중 요래 다 니몽기 자 주산다고데 단즈를 튼로 그래 간사가 다도 주변에 단즈들을 튼로 요래 디디자니다 단즈가 바이나 니무가 더 요래 다 니무가 더 바이나 레가 더 요래 레가 더 바이는 다 지비 중에서 뭐 가더 요래 다디 까동다보데 가르스 그래 소노니 당초래 코 니무 배드 코로 짜와니니 사베드 집어세 소나 되니 디고 men치기다 니무 시엔당 레동지부 둥이 되게 용스 잡아다 니만 디니즈데 딘나요 제지메바지니 코 가르소래 둥이 타달리 딘데 좋아지 용그래 다 가시 대다 마조와이는 가족 공도 쉬바나 시제지 아니 제당기 자왕 안즈 생이데 마 슌라고 데스 자토바 이네요 슌라고 데스 니마 자토바 이네요 아니 그 란시기 코 니모 당즈고 좀이 니모 디오마 슈 차고 요바동 대차송이는 델라틴이 중에 레디오마 슈 차고 요바 대차송이는 드니 디스틴주고 돈인 집이 중에서 못이요 가르소래 도스지마 추르로 요바 다티 년세디 용고 유디깔다 자 투선더버데 당즈로 튀르고 다 당즈로 튀우문디 가서 시바나 시지네 당즈 생이디 간지지네 바 까구리 시디깔로 다 다시 간지메기 소노 담바이네요 아니 그 당즈 까비 다시디 찌라마도 요 말스 찌라마도 다 찌디 가르차도 그랬으나 아니 당즈 생이디 시유디 가준도 문도 동부대다에 차죠 그러봐 디디 당즈 생이디 시유까지 지요나 당즈기 다도 좁은 지요래 디 로쇼기 다도 맞추바지 다도 맞추바디 계시 따야니 니비넨실라 니루체나 제니 고 레와지 요레스 고 당즈 그런 건 저데바디고 도쇼디아 슈치르 당디깔 당즈란시가 차고요 봐 다디 용왕라 가르고 그랬으는 녜라 당즈기 시생이디 추니지 제제 안 다디 누문도 다시 동거야 계치 뭐 차도래 다 맨은 메비진 세송 다 탈로 대마도 딜리 신비기 다 가르소래 말소 둥이 때는 매버서에 탈로 매버리 계시 니마 치르다 간사가 다도 저번에 당즈 생이디 로텐트 임바당 딘즈 동일라 자티 체마 용이지 차소와이나 아니 니마 데니지 돈지 쳔바시 타바싱이디 산지구 숨바디 뭐만 조차디오래 되니 니마 구시지는 줘야 되다 슈로비 타노디 야쇼래 코 로카시 루톤타카시 둥이 매버서 지위 둥이 매버서에 기티니 콤포라고 딜 소노타나 야쇼레모도 딜이 신비 타로 영마로와 담보 소노든지 당기서래那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复习来讲的话，我们前面不是就前几天讲到说，那所谓的三苦的产生是由业而来临，业是由烦恼而来的，那烦恼的根本是由我执。那如果要去除掉的话呢，首先如果把根本的无明我执若能去掉的话呢，则能去掉烦恼。烦恼如果能去掉的话呢，则能去掉业。能去除业呢，才有办法慢慢去除掉三苦的。那去除这边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说要有两个思维或两种的去除方法来讲的话呢，那当然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从连根拔除嘛，从它的种子，从它的根去除掉来讲的话呢，如果可以连根拔除去除掉呢，它就不会再升起了。那但是纵使没有办法去从连根拔除的话呢，只要可以把这个我执怎么样随分随力的把它降低的时候呢，如果可以它的这个我执的力量可以慢慢降低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烦恼也就会跟着降低了。烦恼的降低的时候呢，造作的这个业也自然而有就会降低了。自然这个降低的时候呢，这种所谓产生的三苦呢，也自然而然就会减低了。这是什么呢？从我们观待嘛，这都完全是观待来讲的话呢，如果观待什么呢？就是我执的这个强度跟弱度，强度弱度，这我执越强，烦恼就越炽盛。我执可以慢慢，不要说是可以完全的去除哦，我们还没叫完全的去除，只要把这个我执可以慢慢的降低的话呢，
因这个我执而升起的烦恼就会降低了，就会减弱了。我这个烦恼减弱呢，业也就减弱，业减弱呢，这个苦果就减弱。这是观待的法则来讲。那我们去思维说，那怎么样去去除？怎么样去把这个让这个我执可以去减弱呢？左思右思，只有一个法，只有一种方法。除了这个方法以外呢，就没有。就要说什么呢？他的这个我执所执着这个单着境，或者他所执着的这个境呢，是去证的它是没有的，或者去了解他所执着般的是不存在的。看这个时候要检责是什么呢？是说他所执着的这个境呢，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是我们可以破斥还是不能破斥？那如果不能破斥的话呢，那就我们就没用了嘛。那可是如果可以破斥的话呢，是透有什么呢？是透有原因，一步一步的去慢慢破斥的时候呢，而去把它说什么，而可以把它这个执着而降弱了。那因为可以看到说什么呢？这个我执所执着般的是可以去了解它是不存在，这个我执是这个我执虽然它是有的，可是它所执着的是完全不成立的，是没有量可以辅助它的，它是没有东西可以来证明的时候呢，就代表说什么？我们这个苦是可以去除的。如果到有某一天，或到哪一天，假使啊，不是说真的会有，可是假使到哪一天说那个我执发现说佛陀所说的这个我执是它就是正确了，他所执着般的这是实际上是有的，那个什么呢？它有一个量可以证明说他所执着的是存在的话呢，那一天佛陀所说的这些的解脱啊，一切种子啊等等，就是变成一场大骗局的了，就变成那种不是真实的了。可是呢，不会有这一天呢。如果真的有这一天的产生的时候呢，就什么呢？最好就像什么，像外道的或者非佛教徒的，乃至说什么呢？就是那一种的断灭论的那一些人呢，就为了去说什么，我怎么样去去除一些苦，怎么样去除一些的坏苦，用在这种忙碌就最好了，不需要谈到说一切智啊或者解脱这个来讲的。如果可以讲到说有一天说我执所执着的是正确的。我执所执着的是有，我们可以用量去证明的话，如果假使有那一天的产生的话，接着他松龙的当地个了，他们讲说当的别的学掉个啥跟别人的不得搞差的有些呢，当不，我们说起来越比，刚才个当子讲，刚才让些个这帮子名字不叫了吧，但你人子嘛的写法搞把了，的写的去他们名字结果了吧。这给什么差的有的是，这样是等你拼图也没事了吧？我认为记忆那是，但是现在你不眼看见了，有的搞了，你看就练，有的搞了，你个肉的加个没，那多么我多么你打数，哪里多么你些嘛，有多么你就打些嘛，意思的搞了，说让个吹加个月，说能打的拼个多，用户了加了就的拼嘛多，呢，像这菜单写的话，的看头，当不俺说看出书本那些姐，刚上过吹加过了哇。你了搞说的，刚才个当这个写的几笔，刚才个打的这把地方搞不起吧啦？当不搞的过来写的搞了，写银子结果了，写不起。写银子结嘛，拖把人写看就搞脱了，银子没就写银子结过来是。但写银子结吧得了，俺说julho个那了没搞的打把的是呢，搞些银子写过的。但地图了学家过的，并不是把给什么差掉的。刚才让写的这帮子名字没个写的几笔，刚才让写的这帮写的看得起来。落地了，刚才让些这把事的肯定差不多，但对当不师傅今年，你银子钱通了都打过来的，俺说光把当兵来个的差掉不的是，光把当兵来个差掉的，我那个什么多嘛那个打就是工业机以那是的，你们这种啊打机你地图的学家呢当过来的，给全部差掉的。那我们在要认识这个我执的时候呢，首先要什么呢？要认识我们的那个靶在哪里啊？我那个靶是往哪里？不要射错靶。那个靶是什么呢？不是别的，是我自己心绪的这个的我执啊，是我自己心绪的这个我执。所以首先要知道说，我要去除或者我靶是这我自己心绪我执的，首先是不是要先认识它？连那个认识都还不认识，你怎么说我要打到这个靶呢？那没办法打到了。所以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了？因为在像我的自己的本身的课诵当中，
每天都会念心经和去思维心经。看我念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不会念或者我不去思维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把它转移到什么呢？转移到说什么？我不异于空，空不异于我，我即是空，空即是我。把它转到我的身上，而不要用色法的这个，而用我的来讲。因为我们前几天不是跟大家讲的说，最开始要去思维空性的时候呢，最好或最适宜的是什么？是在我自己身上去思维嘛？用我自己来作为这个例子的时候呢，所以我在念课诵或去思维心经的时候呢，这边就会念说，把这个色转移说叫我了。因为我们说我要去除这个我执，或要断除这个我执来讲，或者要认识这个我执来讲的话呢，首先是什么呢？首先为了要认识这个我执，首先要认识这个我执所执取的或者我执所担着的这个境吗？如果还没有认识，还没有执取我执所担着的这个境来讲的话呢，要认识这个我执是不可能的。所以首先要认识这个我执所担着的，或者担着就是执着的这个意思了。我只是用一个比较专属的这个佛教的名词，就是担着、执着、执取，它都用这些不同的名词来讲的话，它所执取的这个境来讲的话，我们去认识我执所执取的境为第一步的话呢，我们在于《菩提道次第广论》也好，在于中观的经典来讲，这叫什么呢？就叫认识所破。认识所破，就是先去认识这个所破来讲的话，因为透过这样的认识所破来讲的话呢，才可以看到慢慢知道说什么呢？这种我的敌人，我要对峙的，我要去来讲的是什么呢？我这个自信我执也好，或者自相我执也好，我心绪的这个真实的我执，这个第十的我执，我要怎么去对峙它？我要怎么去跟它来应付它？那这个来讲的话呢，通过这样慢慢思维的话呢，我们很值得，凡是想要去思维空性，或思维有关这种深深的这种的有关空性的、有关般若这个道理的人呢，他去花个10天、15天，乃至花个几个月去思维在我上面的这个的空性，或者我上面的这个所对的这个我的执着是如何执着。和这个执着所执着境能否被能去除的话呢？去思维的是很值得，它应该会对大家有一点的帮助。在思维空性的话，这是起步或者是第一步啊。他真正说当了吧？他真正说当的搞是我嘞，天就律这种技能你靠着学吧那些的。강사랑식 저건 좀 시에도 집이 강사 랑식 저건 인지 지에도 춘이 깔려요 말이에요. 저런서 원래 전에 깔려요 말이에요. 가르스나 나로서 베터 체라 토마메 바니 강사 랑인이 예시 녀비 로데 체라 토마메 바니 나로서 지라 고니 렌주 이자니 소시지라 고용에 때 라체 땅데 깔려요 말이에요. 데 라야 보지 제바이나 아니 페 녀이 토니 드지 징게 주는 데서서 손은 거예요래. 대인이天지위를 좀 제바 이나스래. 담보 가정 인지 때라다 면초니 옆에 나니 단다디 가정 인지天 담보 되려다. 가정 인지 초的 제바 내용이 대만이 비전바 지금 그래. 다 가정 인지 담보디 면초니 그는 가정 인지 면버팅이 인지 지야디 소시지라 세라 토마면 바니 여딩이 그 로지 공딩이 로지 시이디 모치지고 유디가라. 대배 녀이 토니 바로 하고 두고 그래. 대가야 깔래 커버에 마도 지기 아니 디 가자 딩인지 지알 깔리 추니 시라 요마리 송도.那我们前几天我记得我有跟大家略略做一个解释，我们不是说，但以应成派来讲的话呢，要去认识如何去执着普特伽罗是自方存在，以及去认识执取普特伽罗是自方存在的这个我执呢，是不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从我们无始以来最熟悉、串习最多的这件事情了。我们从无始以来不断的串习的，所以因为我们是不断的串习的缘故，这是我们都有亲身的经验的，不用人家跟我们说，我们只要去认识到这个，我们只要透过我的经验上，我就可以去认识出来了。因为这什么呢？我们在于应成派这边来讲的话，这个认识所破这个来讲的话呢，可以说它有它的
应该说我们用来讲的话，说它有它的强烈二者了，最强的跟比较低一步的强跟劣，或者强跟弱，再来两者这个认识所迫可以分这个强弱二者。那我们先最简单的、最弱的去认识所迫来讲的话，我们首先去认识的时候呢，在这个来讲的话，就刚刚讲的不是那么的困难呢，因为从我们无始以来这个都串习的最熟悉的这件事情，只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它而已啊。那去认识它不是很困难，是认识之后去遮止它才是困难的。认识它而要去遮止，这是不容易、很困难的。可是要先去认识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困难的。다 기시 아니 디기 타신다부터 이제 간지 요래스는 게 싫어. 그 시디깔다 지중하바지미 따위리 시치모 ngali 좀 다도 드니 아미 따치 드니 망보여. 아미 따치 시에데 드니 제모다. 따위리 시치모 ngan다부지니 페도 유장이 배제 들어와. 따치 시디깔 드니 제모다 페도 오늘 라마치 소소고 뉴이 토니파 아니 그 가정 인지 제동동 따텔람베도 뉴이 토니 소엔 든지 뭐 시스 데자도 소이 토로 빠시는 데 요래 든지 저부터 소이나 존존라 베 가르소레 따일리시 지금 ngali 주베 마진다고 베 시다 카시보 카시티신다고 요래 또 손나라 손디깔 가정 인지 제우디깔 담보 가정즈민 좀도 슈치르 당고리 소요라 지금부터 따일리시 지금 ngan 드리지예요 말이 가정 인지 디깔 가정즈민 좀도 슈치르 당고리 세디 슈치르 당고리 세디 디시고 말이 깡수니 당즈야 슈치르 당니 베치 셴바시 당비 게제 말이 고 당즈 인지 제야고 된다라 당즈 인지 제야고 된다라 당즈가 시 인지 제야고 된다라 쳇 니니 깡가래라 저당 강조 당즈 생기데 마 매바수에 잘라지레데 이나요 존존을 팅 인지 지구디깔로 인지 제야고 쳇도 고 슈치르지 담바이나 아니 고 로르베도 세나는 세부 슈베지 지온디깔로 인지 제야데 따되어요로 든지 이수 말에 다 디学的卡里有的是呢，全说没打出都说，集中搞不起没打出有的，开始弄不起打出有的，他满硬币给当刚说起，进就搞了说不都说个打出有的，但是大家有头其实有把伊呢，等这家我用装做了打到把伊呢，偏头有的是，可是呢，但是刚说别说没比错呢，说说让你牛啊的皮个吧，牛啊的皮个罗马了嘛，西用的搞了，等你用这个电视机国电我有没有七八多？那我们来看到，那去认识这些的方法是有什么呢？如果去看到的时候，我们不是前几天一直提到说，钟大师对于中观正见有5本浩瀚的著作，可是在这个5本浩瀚著作以外，也有许多的著作在引荐或者介绍见解的这个著作，我们叫引荐，也介绍引导到这个见解来讲的话。这个是什么呢？因为所谓的5本浩瀚的这些著作是什么呢？但变成是大家公开公认的来，就是说好像出版的那种的大为著作。可是这种的引荐来讲的话呢，是什么？是大师或者在别的能有照查到没起来个别，说说牛的你某算是这个所谓的引荐或者介绍见解的这些经书，是不是公开的？不是这种公开的，而是可能是说对某一些弟子或者对少数的人，把他去告诉他赤裸裸了，把他告诉他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觉受而去见解。所以在这个当中来讲的话呢，我们常常看到这些引荐或者这些的教导当中的时候呢，因为是没有任何的顾虑，是把钟大师在这边他自己把自己的正量、自己觉受去跟弟子来说的话呢，有时候这边的引荐的这些的经文或者这些论文这些的论点当中，比那五本浩瀚的经典更为清楚，更为清晰。有时候好像是我们用藏文来讲，它是赤裸裸了。好像开枪剖腹的这样子给你看，里面所有都是这样来讲。我们在用藏文的词，就是他把它开枪剖腹的给你看到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来讲的。那在这个时候来讲的时候呢，在这种引荐的论点当中，钟大师讲到说认识所迫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有讲到说，在要认识所迫的时候，
有在某一些的时刻要刻意的让这个我执更为强烈、更为明显。这个意思呢，不是说我刻意要让那个我执变成很炽盛，看我用这个来去升起烦恼啊、造作业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而在有些地方，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初时候，为了要去认识我执，那要认识我执，就是要去认识我执所执着的境嘛。你或者没有别的方法去认识我执，要认识我执，要先去认识我执所执着的这个境来讲的话呢，在偶然或在某些的时候呢，首先要先去让自己的心绪的我执更为炽盛、更为强烈，才去来可以认识到的。这个是在宗大师的5本浩瀚的著作当中完全没有提到的，完全没有讲到的。只有在他的这种的引荐的经典当中，才会看到说他要讲到这种来讲，为了说让心事可以清楚、可以清晰的了解说，我心事在执着我的时候，或者我执所生起来的状况是这样子哦，是心事要清楚的了解。他有这样子在说，在某些时候要让我执更为炽盛才去认识的。这是什么呢？这是在不仅仅是宗大师。还有什么呢？还有克祖杰大师也有这些的引荐的论点，还有像什么，我们不是前几天有提到说，像有个叫文殊欢喜大师，文殊欢喜大师他的经典当中也有一些所谓的引荐的这种的论点当中呢，那大家如果像这种的在宗大师全集也好，或者在克祖杰大师的全集也好，也就是文殊欢喜大师的这些的引荐的文章，如果有翻译成中文的话呢，在不是说需要长期或者只看这些，如果有时候有时间或者在别的时候可以去参考、去阅读、去思维的话呢，可能会对大家也有一些帮助。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的引荐的论点当中的时候呢，它等于是没有任何的隐私，没有留守的，全部是赤裸裸了的那种公开的，把自己的觉受、把自己的经验说给下面的弟子听。제가 다 들이 쏘는 다디가 다 가자 세불로는 차 쏘나스 가자디 세불로는 차 사러와 차 차비질 다 까고 그랬어 디 디인디자니 제장가로서다 당원에 양sem보지 요르스다 다른디 카도 되라 담봉간조 쏘는 다디자니도 말다 빼잖나라다 산지기 란시지 메르 쏘여 들도 야시기 란시지 요 말이 쏘여레 다디 주도 제고 말해 소소 뉴얼 거니 소노 담바 이나다 페트다 고 랑인 좀 생긴 도 소소나 지요래 자세 자톰 빈 차부 비 도나시치 레디 이나요 tin지기 랑시 접았어요 돈부 롤 차오디 칼페 오네 도 생기 디닌 도다 소소나 버지기 유디스 당원이 코 요르베 요마르베 유나 콜 진두 문두 다제 당오디 칼 그 양심부 쉬우지 가지 지지 따제 담바이네 다가지지 고 가서지 수드가지니 비젠지 되용이지 지송 따제 담바이네 유메 그토로 따제 담바이나 수드가지 갈수 젠지 되용이지 근데 이디 짠이 돈봉가로서 제와 통험해바니 도스마 건딩이기 디이스 간조 그 센라 든지 컴퓨터지 마도 니기 리피토네 따제 따오디 캔사시도다 아오 니만 소노 따한다 또한데 또 쓴다고 모두다 진신도다 소선다고 지로는 차지 오만 요래 다데 오늘 전에 요래 근데 이상 간조 로베 가서 공부로 주 그리스 주 시한다고 근데다 나와잡이 쏜다 지송가바 침비기다 가르소 가르소래 따위리시 침문가라서 봐 또수기 디시 땅사데 가데 땅데 요래세나 딘지게 란시기 접바데 요마리스 란시기 접바데 요나 지 딘지도 메비쇼라 지지 딘지도선 타티 리파티페 잔차 똥차 무차 먹을 거라 자세 요래다 란시기 접바 요나 찐딘도 세네 잔차 똥 치라 무차 먹을 자세 요래다 어미주 마체와디 디시 팅고 땅 요래 란시기 접바 요나 찐도 문도 우세야디 다 찐면은 돈에 제거래 산지기 란시기 접바 요 말이지는 소요나요 게시 란시기 주비쇼라베 오니 저시기 리바양다 요나나 가서 가서 소하나지 geluta고 켜는지 소하나지 디 돈에 제거라 이나 캔서 쉬우지 담보 예 소야디 춘이다 지마든지 많이 봐 여러와 가서 민다버지는 또뭐 병원에 메디 삐다분도 내만도 다 소선다버지 있어
지만 뒤 못들 다시 시사부 지원디 걸 가봐이나 지 지연지요 딩이지怎么 다우지 쇼지 퇴용이지 디선 다우지 차되어 그래서那我们这边还蛮奇特，或者如果大家按照自己的感觉来去反省或者思维的话，会很奇特。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是要认识最熟悉的这种的执着我执的这个心事，还有在心绪当中清楚的去认识或者看到我所执着的这个我是如何的时候呢，就叫大家要把它遮止，就是最清楚、最清晰的这个。或者最串习最久的东西呢，他在清楚的在内心认识了之后呢，这边就要把它遮止掉了。什么来讲的话呢？不管佛陀，我们这边不管是佛陀有说的再多的这种无自性也好，或者龙树菩萨说的再多的这种无自性来讲，我们这边不是我们要在应该说多去管也好，或者管这个来讲是什么？是去看我们自己心绪的这个我执是有还是没有。还有，如果去思维的话，会觉得说什么呢？我真的是有在执着，是有一个自方存在，一个自性存在，不只是这种呢，它是硬邦邦像石头一样的这种的坚固的这种执着了。那好好的去思维的时候呢，从内心开始对我们最有了解空性的或者了解无自性的这个来讲的话呢，如果可以慢慢去了解说，到底是有自性还是无自性呢？还是去了解说？这种如果承许它是自性存在是有过失呢，还是无过失的时候呢？如果很清楚、慢慢的去思维的话呢，再怎么思维会觉得说从这一边都会有过失出现，就是我执着有自性存在，有自方存在是跟事实是不符合的，实际上是没有如此的，是从这一边、从那一边，再怎么样从四面八方。都是有过失的，他没有一方是就是正确，如他所看到的。再去思维就会觉得说，从无始以来，我们这样子执着的这种自方存在的话呢，会这样执着的缘故是什么呢？完全就是因为我们熟悉，我们串习的，没有任何丝毫的是有正理去证明说就是如此的，没有用任何的正理或者任何的去真正的去思维说，哎，就是这样子。唯有是什么呢？唯有是因为我们熟悉它了，我串习它了，我习惯性的就是如此的认为来讲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子来讲的话，不管是在于所有的这些，不管是龙树菩萨他所写的理据六论也好，月生菩萨他所写的这些的经典也好，宗喀巴大师所写的这本5本浩瀚的经典当中来讲也好呢，他在讲的全部都是什么呢？就是要讲说自性存在的是什么？是有过失的。如果你去执着，去自性存在的这个自性存在的执着呢，会带来有过患，是有过失的。这个所谓的自性存在呢，是没有东西可以证明它的，这是满满的可以去破斥，用理去破斥。它用什么理呢？有上百、上千、上万、千万、百万。等等的这些的理呢，就是为了一一说什么呢？这自性存在以及执着自性存在的这执着是有过失的，乃至是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所有的中观的论点呢，会讲这么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一一表出或一一要诠释说，这种我执以及我执所执着的这个自性存在是没有的，我执是有过失的，是带来过患来讲的。因为如果说什么呢？如果有自性存在的话呢，那自性存在的我执就变成是正确了。那我们也就只好去承认这件事情了。不管是佛陀也好，龙树菩萨等这些祖师大德说也好，乃至是宗大师所说的也好呢，我们不管他们是怎么说，我们只好去承认说有自性存在了。这个自性存在的执着是正确的。可是去检责时候，去思维的时候，就像什么呢？像我们前几天提到的，比丘愚智者，当善观我语，就像如同这样说的一样，去检责，再怎么样去检责呢？再怎么样去看呢？说什么这个我执以及我执所执着的这个第十存在或者自性存在呢，是满满的过失。就是例如我们看到什么呢？我刚开始看到这个人，我觉得他是完美的，全部是好的。可是刚刚看到是什么呢？慢慢
越来越去谴责，越来越那说什么，慢慢开始露出马尾了。看到这个人的这边也有过失，那边也有过失，那边也哪里不对，这边也不对的一样呢。刚开始看到说好像是完美无缺的时候呢，可是慢慢去检责的时候呢，各方都有过失。就像这样一样的时候呢，刚开始因为所串习的、所熟悉的我执或者这个自信存在，看起来好像是完好无缺，可是实际去慢慢检责、慢慢去检责、慢慢检责，没有一方、没有一边是没有是无过的这样子。接着，等于说那当地搞了，他提开始呢，他做多么我写的。所以去这样子检责之后呢，所获得的成果是什么呢？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当不提啊，就是色不异空。阳面呢，打多么我写的。或者就我们把它改成说，我不异空，我就是空。当不提，打多么我写的。那个。我应该对不起，因为我说我用玄奘大师的，应该要按照这样，我应该说色即是空，或者我即是空。哦，这样子会比较好。接着，他第七题了的，等这一题，他俺说等这里跟那当不是吧？给这些题搞了那么多些当不，刚才让给定的让给你这把怕搞过了吧？搞过的这呢，他别训着我的搞教过了。가야 술 장자 쉬자는 짓다 로카시 강사란식 저바 zimbi 시기 강사란식 저바 로르 세원 차요나 요면은 주란식 저만 zimbi 시디 집이 좀포란식 저바 로르 세원 차요나 다티피 가야 술 파송노 다야마 도지기 로체지 질다 까비 슐 강사 진 주주로 송노圈이 땅고 말이 마땅 땅에 다리 쉬고다 네나 봐 가야 장대 술 송노 다니 배 로카시 집에 강사랑식 좀 바꿔 던져 가지고 손노다나 다디 휴자고로 데 딩고 자고 그래서 될라 나 동마우스에 들어서 될마도 디 휴구디 단다 디 휴구데래야 요 말에 또만이 주수세야 돼 단다 로치 좀 지게 잘했어 세는 용한 돼야 돼那首先前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应该说什么？首先在于我上面，或者在普特伽罗上面，视为说我要去普特伽罗或我即是空。从这一方面来讲，就是去破斥了。可以说，现在还不要觉得说我要成立什么东西啊。从可以说前面的许多年，在视为空性的前面的10年以上，就是想说完全去遮止这一方了，就先去遮止说色是有自性成立的这一方，要就完全去或者说我这一方去遮止，去从不管是从说我要遮止是我方面我这上面的这个自性存在也好，或者如果说从色上面来讲的话，去成立说它是自性成立这边来讲的话，可以说少说什么前面10年呐、可能10年的话呢，不用急着说我后面还要成立什么东西，就完全100%就想说我要去遮止，就是遮止这一方来讲的话，所以就是前面这边来讲说色即是空，或者说我即是空这一方了，还不用急着说什么呢？空性即是色，或者空性即是我的这一份，这边前面的10年还不用去，就是说这个成果还不用去担心或者去管这一边呢。俺说能进这些家的等于加个了吧？他刚才让些个这把干红的干了，你刚才门都牛逼，刚才可能门都牛逼，先给的人几把几个的是。刚才让些个这把干才比急了。其实刚才可能门都牛逼，先给的人几把几个的，就算了吧。但他打是，他别想弄等于今年让些个这把干必须了，刚才门都牛逼几把几个的人就送下去了，别想弄接下去了嘛都。俺如说先个那了，刚才让些个这把。干必须了，刚才门都牛逼，俺如说容了你这今年力气把不多就用过嘛的，得用呢，俺谈不得的。那用嘛。我们经书里面常常讲到说，在思维空性的人，如果在用我，不是色哦，就用我这边说，用我即是空去思维的话呢，在破斥我的自性成立了之后呢，会带来我是不存在的恐惧，就是说，当他破斥我是自性成立，变成我即是空的时候呢，会带来说什么呢？会带来说我是没有的这种恐惧会升起的时候呢，这是经书所说的啦。经书说会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们自己来去思维的话呢，根本不可能升起，还没有资格会升起说我不存在这个恐惧啊，我们还没到那个程度啊。
如果可以升起的话呢？如果可以升起这种恐惧的话，那顶呱呱这样子。对。가르리스는 강사 생이티 열에 손손 잡지 배 체라 몸분이 권이 레디어 봐. 권이 레우디 갈로. 아니 강사 라시가 잡까 비 슈디를 강사 문디 녀비. 지자도 추니 다나 가로서 생을 바가 말이었어. 데 지마다 돈이 다 지리 뭐 권이 내세야 통벌리 우디 갈로 드니 대용 거. 我们因为从无始以来啊，多生多世串习的是什么呢？我就是由自性成立，我就是自方成立了。我就是有，我就是有，我就是有。我就是有，我就是有，我就是有。按这个有就跟自性成立是无二无别，分不开来的时候呢，除非对了非常强烈或者已经很强烈的去认识空性的之后呢，这种说我不存在的这种恐惧才会升起啊。所以我的身上就是无自性成立，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修的时候，几年以后啊，自己有感觉里面，哎，如果就是我就是无自性的话，好像我也没有啊，不是口头上说的啊，真正的自己的内心里面这样的感觉会出现的。然后这样的时间长的时候，就是如果无自性的话，事实处的我也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自己身上有这样的感觉的话，那个时候开始你要就是业国的那个事实处的我，就是安利上面修，它是缘起，它是有的。如果这样的时候又我无自性修的时候，就是事实处的我也会破的。又安利就是普陀伽罗，事实处的我就是安利。如果事实处的我安利的时候，自性成立也是就是混到一起，就是安利的。又破我自性，破的时候又事实处就是破的。如果这样就是怎么说呢？修了以后呢，怎么说呢？创习以后呢，有一天四禅意的，我们有一个就是亲身修理当中有四禅意嘛，四禅意的那个认知，就是普陀伽罗身上我自己的上面无自性，但是我就是有，就是这样分开的，有一天会有的。这是所破认识所破的那个，刚才我们说就是认识所破有低和高的，就是高的就是这个，那个时候从量的角度来说没分开啊，四禅意的角度来分开的。我安利之上就是任何没有问题，然后有自性所破，他们两个这样隔开，就是我们那个星星和月亮一样，就是这样分开的。这就是四禅意的认知来这样感觉出现的时候，真正的最高的所破就是这个。然后这样一般怎么说呢？一天修了以后呢，有一天就是事实处的普陀伽罗，就是安利上面任何没有问题，它之上就是有所破，就是从量的角度来比度之来破。那个时候你第一次通达空隙的，是吧？就这，第一次通达空隙的，往地里，他가져도 가지고切바데 이지그切地。뒤에 다 가르쳐 가정인 그 토쇼들에 다 든지 검디디즈니 바로 지금 세미톤이 가젤라 문에 비트네 가젤랑식 저바까 바데 세미톤이 채동이 차소나 아니 디디 가르쳐 버렸으나 사무토만이 담보도 버려。那如果刚刚讲老师就说前面再去做这区分，都是用视察事或者视察意、视察事去做区分。当某一天可以用量而去做这样子的区分，把什么呢？所破的跟所要留下的，就所破跟那个原始的那个能依的点，所破跟能依点做区分，用量做区分的时候呢，
当我可以把能一点跟所破用量做区分的时候呢，那时候第一次他用量做这样区分的时候，他就真空性了。第一次真空性。dire. Dadi soso chisi deni marda. Gajado gaji nimbo de enjini piki da kamata upi nishan tonde ade mare. Koro gashi kurala mani bitini gajaka sona chesare. Gajika yo marwa. Gajal ha bitini gajade simi ke sona chesare. Haji de ha yor gaji de ga yor koni loha cheswa. dire. 大家不要误会哦，我们说用量去个别分，不是说好像我两个这样子看到在前面这样子看到，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这种分法，或不是这样的认知法。他所说要分出，不是这样子两个一起看到，好像说这是能一点，这是所破点这样的分，像说什么像刚刚老师我们在经书用的点，像星星跟月亮一样，这样不是这样子的分，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哦，不是哦，不，大家不要误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呢？是当我这种用量去做区分，说，我所破的这种东西要遮止，还有留下一个能一的这个点，还有心虚上还有留下一个能一的点，但又可以用量去把那个所破去遮止掉的这个时候呢，在内心这样遮止掉的那一刹那，就是叫什么呢？就是把以量去分出能一点跟所破，他就以量去做区分，他当以用量去做，把说。能一点还在这边，所破点被遮止的，这个一做区分呢，我们就说什么呢？它以量去区分了能一点跟所破，就做分辨了。看在这个时候，就是第一次用量去证空性。但真正马主比尼罗点了，咖喱有的别些呢，嘎家人是这边讲的，真的嘎西刚才过了别开比诺的，别人说嘛基本上说容易同你两个之类说呢，但你知道的用过的。다디 저당 첸탈을 통디요래 강사데 첸탈을 통디요래 데 이나요 돈이 마토 빙하로도 년주 든지 징해봐도 주고요래 주고 데 주고도게 지송 카바치 못다비나 데 주도와 주고리 인지 민지 가자카디 칼 가지고 계속년비기 때문에 벤지바데 용고요래 딘지바데 저당 진체다 차디요래 도와지레 데 이나요 롱가 디노 만로와지네 담보 니니 베 나자바나 시지네 따다베 첼롱바지 스킬이 용토고 말했어 那当我们可以真的以量去把所破跟能一这个做区分，不是只在经书上面在说啊，不是只在经书说这是所破啊，这是能一这样做区分，而是真的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而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区分。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会说我不存在的恐惧就会来了。那当然我。不存在的这个恐惧升起是错误的，是不好的，是堕入断灭边的这个成果或者这种产生的话呢？可是这是必经会经过的过程，也会经过的过程。不要说别的，宗喀巴大师在通达空性的时候，也是经过这样子的过程了。这没有一个人是一开始就是说什么我不要走这个就直接好像一针见血的，直接到那个正确的点，没有的。在开始用经验去认识的时候，因为他自己是亲自体验的时候呢，他会走过一个过程，到说什么呢？会觉得说，我是不存在的，或者我没有的这种的所谓的这种断灭边，或者这种恐惧等等，会在内心当中会升起。他弟弟搞了搞的有时候多么个身体嘞，但我呢，嘎西口搞的说不嘞，刚才我们那边的嘎家人是个这么干啥的哇？कापी लोटी ngale yachi daung dirada ta chita kapi loti ngale yachi daung dikala yunju chad sono shitandi kala ta karja to desena tomani zu su siade kasena ranshi gu tominguni zu sha thongi chago ore tikzo dema to bi lotire ranshi gu tominguni zu sha thongi chi tomani zu su siade toni kor zu re sege yamare ti to yamare toni sire tapa cha de zu sidin dejirwa tomani zu su siade karsu gorsena ranshi ji tumba ti ngoni zu sha thoyaji zu ranshi ge choba maimba ranshi ji tumba I dingi ji zu sha thongi chago ore dedi kar cha baresna kuzu chamong golle ures disi di kala tombo zu tumba go seati dedo demba cha de ore tumba ni zu su si di kala kuzu chamo dires ko ranshi ge tumba ti ngoni zu sha thongi ji ranshi ji mena yo zu dirdas ne ja thongi ji le undi kuzu chamo cha de tati 那我们刚刚讲了，在于认识有能一的时候的当下，而还能破斥这个所破的这个情况下的时候呢，在这个来当中会有升起的时候，或者呢能
去做这个区分的时候，就是在什么呢？就是色即是空的这个阶段了。就是它可以用以量去区分说，能依的这个色以及所破的这个的来讲，就是所谓的色即是空。那再从这个当心起来之后啊，从这种情况起来之后，而在这个所破的情况下，而能认识色或能认识我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讲说什么就是后面的说什么空性即是色，空性即是色，或者这个来讲的话呢，我们不可能说色就是空性啊，空性就是色，不可能这个嘛，因为实际上色法不是空性啊，空性也不是色法啊。可是所谓的色即是空性，空性即是色是什么呢？刚刚讲嘛，色即是空是什么呢？在能安立或者能区分出有色法的或者有我的这个当下，而把破斥的这个所破的，就是色即是空。而在于后面的空性即是色是什么呢？是在于了解空性了之后，从这个的余力或者余温，从这个起来之后，而不失去，而还能去证得能依的这个色法也好，或者证得能依的这种我来讲的话呢，这就是我们在经书里面讲的说什么通达了细分的世俗，就了解细分的世俗谛。在这个情况下呢，要讲的呢就是空性即是色啊。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讲说，色不异空，或者对不起，应该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什么呢？前面是在讲说通达空性的状态，而空性即是色是后面的说是通达什么呢？细微世俗的状态。다디 된다 가르레 인디 그조 참스디 가르레세나 또마니 주스라디 가르송 것은 또니디 주레시가 야마라 란시지 또밍고니 주샤 토고 war다 니마이나 주샤나 란시고 또마샤 토고 마레 란시고 또마샤나 주샤 토고 마레 다 란시 메비트는 주 란시지 메바디고 토니 주고노자다 제 토고 와레 데레다 또마니 주시디 란시 메바 주 란시지 메바 디토니 주고노자다 춘조 토고 와레 데레 또마니 주시디。那我们后面这边所谓的什么叫做细分的世俗呢？或者细分的世俗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后面应该说配合前面在这后面讲说空性即是色。那空性即是色是什么呢？是代表说能把这些法成立为无自性的当下呢，这些的法，或者说我们用色法来讲的话呢，在于无自性的当下，色法还能成立的。这个来讲的话呢，就叫做空性即是色，也是我们所谓的细分的世俗。为什么？因为之前的话呢，如果有色，就没有办法安立无自性；有无自性呢，就没有办法安立色。所以变成这个成态这个状态是什么呢？是前面首先第一步是空性，应该色即是空性嘛，色是存在于空性的无自性的这个情况下。才在第二步的是什么呢？在无自性的这个情况下呢，这种世俗的法或者这个色法也好，或者我也是成立，有办法去安立，有办法成立的当下呢，是后面的这个所谓的空性即是色。所以前面来讲的话，前面是在于成立或者证明说圣意的这个情况，而在后面的这个空性即是色的这个案例是或者这个表明是什么呢？是成立细微的世俗的。对。其实他集中卡巴金比地图了被非门西巴个长得就有的是，集中卡巴金么马配比年罗给他被的北京开发切身的蒙比拆拉是，刚才让些个这边讲我们的这里刚才的新那了看着过了吧，看着的搞了第被的第年是了双月的是工作去，刚才让些个这边讲我们的东西刚才开发的大概让一边年是嘞真巴的是。如让些个这么讲，我们讲了，如想么多啊，就是如有开古巴的，我呢大概那热，定一边呢是了热，如让些个这么讲的讲了，如有开过来，这样个说弄的别的事情不学不进考虑的是，第一边年纪真的搞的说嘞，别个他集中开始马配边年老个别个打住七星的蒙不起，可搞说多年个大约个gaja搞的讲了，让你这么讲把做那么子，如可能讲过是个，平常个讲过的，刚才讲过的。체시도 바까고리세야 든지기 따주 가서 따주 다 로바세 거라 든지 중요해서
但几种卡巴进步偏偏修了，等这3年的人们都是。但什么东西你都的干了，什么东西你那把修的干了，等你别干啥没连着没，顶干说看了啥就都家了，给就都罗啥的啥都是没，他看了人是他的，他以后把顶干说容易这个要了哇他，他没事呢这个么都，因为人性这么干比修的了都是垃圾进都无是，他干了是呢，他都他把啥人长久的他里 game 特别给起来下子，他都从那到那他里给起去要的是。刚才人是这么干，必须了，前些过了还个国家就要的意思。等这集中干吧，基本很多钱弄了，这里面搞的大把的什么，大家恰切话干吧什么，就说的。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这就是钟大师的其中的最大的贡献，或者最大的这种把它表明清楚的这一点是什么呢？在于钟大师还没有诞生之前呢，在前面的西藏的祖师大德。大致上的人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点上面没办法做区分了。他们大致上都会认为说，一切法是无自性，没有自方存在。但是他们在没有自方的存在当下呢，就没有办法安立出这个世俗的点了。就会说，在他们的应该说在钟大师还没有诞生之前，这个见解都是什么？可以说是错误的见解也好，或者是颠倒的这个见解来讲的话。非常的炽盛，非常的兴盛来说，这个见解来讲，在他们的经书里面也讲到说什么呢？他说，不仅仅是要破斥是无自性，或者是自方存在等来讲的话，当破斥无自性或自方存在呢，连那个能依处完全都要破斥，或者我用白话一点来讲，就是当你破斥。无自性的当下呢，连一切的这些世俗的法，连瓶子、柱子、色法，全部都要破斥了，什么都没有了。完全在破斥无自性的情况下呢，万法都没有了，万法都不存在了。他们是这样说。可是明明说什么的话呢？我们经验就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经验你就说我没有我，没有你，没有他，没有书本，没有我们穿着，没有我睡觉的，没有我做的，那明明就跟我们的经验相违背了。我们今天就不是这样子去跟我们这样来讲的话呢，这就是什么呢？是在钟大师还没有诞生在西藏之前，钟大师还没有做这个区分之前来讲的话呢，他们找不到或者没有办法分出这个界限来讲。但钟大师就是来就清清楚楚说什么呢？这不是没有或者不是不能分出界限，而是你们没有分出界限了。是在这个当中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分出的它的界限，它是有可以分出的这个说，这种所谓的无自性的当下或者无自方的当下，还是有世俗或者能依的这个点的这个成立，还是可以成立的这个来讲的，所以这是可以分得出来，也可以把它做这个区分的。但在这个的时候呢，钟大师就在哪里做区分呢？就是在他的《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的大圣观。这个阶段来讲，就区分了说，你们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呢？叫做破太过，在认识所破里面的破太过的这个过患。第一在课中讲说，中原来新人不，我最近搞了集中搞不清明眼，就是讲没用的名啊，等那什么多嘛，你到多月时呢，你是写信这关的。我们那时我你是写信这关的，可能你只也得做比较什么人么多。别我们全说写上就得打住我们忙音吧，干什都干啥你不得老哈切就比打住的。你的都打，俺们个多送死的，他的你把全部学起了。只学了个礼拜的做把哩，你讲你用天数，大家俺们个多参与，谁不是就恰数些的，别这些个礼拜学起了哇，第点到送个药了哇。那都样，说呀，别全部说呀，当说个一点主要点到，等你早年你什么了吧？第一次嘞。所以我们这几天大家也在。看到了吗？在宗喀巴大师在他的《了不了义三说藏论》说什么？我以恩师文殊的恩德而善见空性了，也以及在于像他的《入中论善显密一书》说的时候什么呢？我是依着文殊而证空性的。他会表明或说这些来讲的话呢，不是为了要说出自己的功德啊，也不是说我多厉害，我到什么，而是说什么呢？我实际是按照经验了。我亲身的体会了，我透由这样串习，我透由修持，我可以分出了这个能依跟所破，我分出来了。我已经按照我的经验，我依着文殊的这个恩德，我透由他的指引，我自己去修持，
我现在亲身体验也获得可以分出能一跟所破二者了。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他是为了要清楚诠释这一点，而不是说什么哦我有多厉害，我有见到什么，我为了我的名声，我为了人家的供养，我为了人家的敬仰而去说这不是宗大师的意趣。他在这边会要在这本几本经书的前面，去承认，或者说明明清清楚楚的来讲说，哎，我是有证得空性，我是有了解什么是，为了要表明说，哎，我真的是按照我的经验，不是只是口头上说，我是真的亲身体验，依着善知识的这个亲身的教导，我亲身的体验而去可以说，我可以分出这个能一跟所破，我可以做这个区分。第七的去达摩尼的传达的，并不是把家全部掐掉嘞。第这里，但的日龙尼卡的家就是的，去查。但的日了家呢，如多嘛个些这个传统没点么点过嘞，多嘛你如说些这个各种点么点过嘞，日了家个有的的，日了家呢还是嘞，如多嘛个些的卡了点面全部点个有的卡了，点都没点么点过嘞，多嘛你如说些的卡了的，然后个多米原呢。如果侬在春秋托个月把第一个各种点嘛点过来，得推了几下过，懂不？那我们这边前面来讲的话呢，在这个结合四空性这一段的时候呢，前面的这两句的话呢，变得非常的重要，也意义变得非常的重大。怎么说呢？我们在讲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呢，它可以结合上。根跟道二者都可以结合上，或者做解释，就是有关根跟道二者都可以结合的。那如果首先在有关结合有关根或者基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所谓的色即是空是在指什么呢？是在指圣义谛，就是在指空性的这一阶段，色即是空，而空即是色这一阶段是什么呢？是在指世俗谛，就是前面的色即是空是在指圣义谛，而空即是色是在指世俗谛。为什么呢？色即是空是什么呢？代表圣义谛是什么？它的无自性的体性嘛。这个色法的无自性或者无自方的这个空性的体性呢，是代表了它的圣义谛的这个体性。而空即是色是什么呢？在这个无自性的当下，或者无自方的当下呢，还是有色法，色法还是存在，这个能一处还是存在的缘故呢，这就代表说什么呢？是世俗谛。所以在于以根或者基的角度而去说对这个两句的解释的话呢，它变得非常的重大，它表明了圣义谛跟世俗谛二者了。但龙给强的说那当白呢，如多么个些这个鸟家听过的是，多么你如说是的个了几套听过的。但如多么个是的个了被加上你之前呢，但确实如因但的如加油了吧？如因那刚才因那第一天的让些个这把干呢，让些个这把干比多年个到第一头的线下把得了，鸟家是过的。但让些个这把干比干比个呢，因了两把下比托呢，鸟家得了呀，狼的个了，安尼几套的让些就没那用，安尼各种比起这个点多啊，所以说这个脑筋科学的个了，得几套差掉的是。当不这个女家听过嘞，起码这个几套听过嘞。然后你娘家都几套谁的搞了用，真的嘛嘞？我说多年了，你是的娘家比娘家都几套嘛嘞？这当俺说娘家都几套谁的搞了，刚才偏把叔叔接过来要嘞，几个头的娘家呀，哪样的几套这样就要了吧？第女家都几套的差掉的是。那我们这边如果结合了道，如何结合道的话呢？也有一种解法。什么色不异空？对不起，不叫色不异，色即是空。这一段是什么呢？是在讲说根本定，而所谓的空即是色，是在指后得智，就是色即是空是在指根本定，而空即是色是在指后得智。那怎么来讲的话呢？那色法，因为这边讲的字面上是用色，或者我们用我。普特伽罗都没关系的话呢，从色即是空，它是讲根本定，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了知通达空性嘛，它是专注一致对于空性的这一个阶段来讲的话呢，它是指根本定。而从这个根本定起来之后，而又觉得万法又存在了，
万法还存在，这个世俗的法还存在的时候呢，就是空性即是色。所以在于这个解释当中来讲的话呢，有一种如果是配合着道在解释的话呢，色即是空是在指根本定，而空性即是色是在指后得智。可是这边要记住的，我们所谓的根本定跟后得智，不是在指现证的根本定跟这个后得智来去做的，它不是在指现证的根本定跟后得，它不一定要在指所谓的根本定跟后得智，不一定是现证的根本定跟后得智，就是乃至凡夫他也有所谓的入根本定跟后得智，可以说什么？他是专注一致的去对于这个某一境的时候呢，我们称之它叫入根本定。他在从这个状况起来之后呢，它叫后得智，不一定就只有在解释为现证的根本定跟这个起来的后得智。哦呀，다 디라고에 가르스나 니 제시 다 제시 고디니 주고로와 다 제시 고디니 주디깔 가촌 도데노 되요와 피몽하고 대다죠 란시지 또만 남바 양타바 지스타고 시디 란시지 또만 넘버 지스타와치 엔도 넘버 지스타와데 초조로 자로와 양타바 토론이야자 넘버 지스타와데 초조로 자디깔 란시지 또만 넘버 지스타와 디기 제시된 내려다스 니고기 디 조토마고 시바네 넘버 시바노 조토마고 세티바도 디치디 니 녀자도 지토데 쪼가와를 자고리 시디깔로 촌쇼기 니가서 녀자도 지토를 자고리스 사모토마니 대시슨지 또비 촌노도 존이 니가기 녀자도 지토를 자고디 아니 디 존세만 디기 조토마고 시바네 넘버 시바노 조토마고 세기 디 인치 디기 쪼 비딜 가르테 요레세나 사모토마니 치토마토바 돈보통이 그 초족이니까서 돈이 대시슨지 또비 니샤도 지토니 땡거 유디깔라 니기 베딜 땡야디 슈르 땡야디 돈이 또비 초족이 땡거레스 那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这边说这边是不是现证的，而是一般的正德的根本定跟后得智呢？因为大家还记得我们昨天不是在这以上的这句说，从这边开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广说嘛。前面的以说，因以相貌真实而后观照五蕴一皆自性空，是它的略释嘛？是不是？前面是应该说或者略说，后面才是广释嘛？那略说的时候，我们不是分有说可以说以相貌而后观照五蕴一皆自性空，跟以真实而后观照五蕴一皆自性空这两个来讲吗？那以相貌而后观照五蕴一皆自性空的时候呢，这代表是什么呢？但是在说出证空性，以异共相，以分别心而去证得的时候呢，这个阶段是什么呢？是在于资粮道跟加行道的这两个阶段嘛，在于资粮道跟加行道的阶段。所以资粮道跟加行道的阶段呢，它不是现证，它是还未现证，是以分别心而证得的缘故呢。所以这边它的广说或者去结合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在于色即是空，空性即是色的这个阶段来讲，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结合的时候呢，我们在于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于字面上它不是说我们说它是以显示空性的这个次第嘛，显示空性的次第，而在它隐义的现观的次第是在指什么呢？在这边所要指的就是在指主要是一开始或者初时证得空性的证得二谛的资粮道跟加行道。哦呀，第几的셀 냐고에 된디르다 조 토마고 시바니 나마 시바노 토마고 시비 바그 주디 제시레 티 가리 제시레세나 란시지 토마 남바 지스타고 세티 제시레스 那如果我们要做结合的话呢，那大家记得说这边是广说嘛，应该说广释，前面是为略说，后面是为广释的话呢，我们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色，一直到什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空，是在指什么呢？是这个阶段结合后面的五蕴是什么？是
应以相貌而后观照五蕴一皆自性空的广说，就是前面是应以相貌而后观照五蕴自性空是为略说，后面的色即是空，空性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空，这是什么呢？是对于应以相貌而后观照五蕴一皆自性空的广说或广释。但是这比的了，第二多比他初中你点个有的个了，他初中你点比给他，你看说现在你比更多是点点了的是，你的东西是什么？你的了东西是说切，去了比点了个点有的是呢，点嘛你都比初中你的点有的大是。因为这边的隐逸是在指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说在指资粮道跟加行道的时候呢，这边所谓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它在诠释什么显义的空性的这个次第的时候呢，这边在于隐逸现观的次第是在诠释什么呢？是在诠释资粮道跟加行道的经文。所以我们说，在心经里面，在哪里诠释到了资粮道或者加行道的这个经文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于这个结合四空性的这一段的前面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不是，对不起，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因为我常常背习惯，嘴巴上已经习惯那个背，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아니 가서 다디 코도지 거라 코니 가야를 쓰는데 로베 케지 쇼츠고로 로베 까만라 실리다 시라니민 제반으로 베다 하장기 카스비 토니스 니체만 디기더니 소준이를 자고 그래서니 뺨시바 세보도 다 콘치 양키비 콘치여나 야가 빈주 콘치여나 일로 되고 용 말해 那因为这要有来源啊，不能我们随便乱编呐。但这个是来源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吉护论师的大弟子，伽玛拉西拉莲花戒大师，他所写的《心经》的注解里面有讲到了，说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一段呢，是要结合资粮道跟加行道，是他的来讲，因为我们知道说，这是如果是有根据或有来源的话，大家也可能会比较放心啊。哦呀，他定制上，他的给钱的提的。他如里多嘛你人嘛一些的去着，如多米直接的是，如里多嘛你人嘛一些的搞了，搞了送个月的是呢，可多嘛下的搞了，如可罗人，rangi我一多嘛的下过的是，如可罗rangi人是第一个多嘛的下过的嘛都是，多嘛先把起如都加上就等于马的是我他，如里多嘛你人嘛一些的。또마 젬바지 주도 수 자신도 말해서 빼는 게 빼샤나 하고래 빼는 간저 로브라이 또마지 여러와 로브라이 또마티 범바도 자노 범바티 로라이 또마로와 범바 로브라이 또마로와 다 범바 로라이 또마시디 칼로 또마디 범비 또마 마로와 진싱기 또마티 로브라도 진싱기 또마디 범바도 자아래 자어와 진싱기 또마디 빼는 또마티 가래래 로라이 또마세나 로라 메바세나 로라이 또마세나 똥지와디 가리고 똥요래 로라고 또마레 대범바도 장우디 범바 로라이 또마레 시디 그 또마디 범비 또마레 해모도 범비랑시 또마디 말아와 진치 그 또마디 범바도 신ኞ데 자시 주지 아래 된지 말이소 다른데 줄이 또마니 제마이 시디 니 또마데 가르샤고 그래서는 주 코로롱게 랑시 디그 또마를 고고레 마도 또마 진치 샤니 테즈도 수 자시 주디 고지요 말이소 어디 순고 那我们后面这边所谓的第三句跟第四句的结合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证明前二者的理由啊，或证明前二者的原因，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结合在这边。那这个来讲是说什么呢？我们这个色不异空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为什么作为说它是色即是空的理由呢？那色即是空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色不异空。那色不异空是什么意思呢？是色法它自己的本性就是无自性的，色法它自己的本性，它自己的本质就是无自性的。那这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色法它自己的本性就是无自性的时候什么呢？不是我可以分出这边是色法，
这边是无自性，他把它两个结合在一起，他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不是把色法这样放，无自性这样放，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呢？我说这个叫色法是无自性。那我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讲说，什么叫做色法无自性来讲的话呢？像我们常常讲说，不是会讲到说，瓶子是兔子脚的空，或者瓶子是没有兔子脚，或者瓶子是兔子脚的，或者大家没有听过这个经书的话，兔子脚是什么？是没有的东西了。兔子脚是不是说兔子的脚啊？兔子脚是兔子的头上没有那个鹿角啊，没有这种脚来讲的话，这是不成立的，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说，瓶子是兔子脚的空，或者瓶子没有兔子脚，这个来否定的时候呢，这个否定法则或者这个来讲的话，就不是说兔子脚本身，或者说瓶子是兔子脚的空的这个本性或者本质呢，是它是兔子脚的空，不是瓶子它自己的本性了，或者不是它瓶子自己的本质了，是我把兔子脚的空跟瓶子结合在一起，说哦，瓶子是兔子脚的空。空的。对，空的兔子脚空말에 마도 분명空말 말아 왔어. 제가 또만 인지 분말을 자셔라. 因为这个空的本性是在于兔子脚上面的空而已，而不是瓶子自己的本性来讲嘛，是兔子脚的空的这个本性加上了在于瓶子这上面了嘛，加上在这瓶子上面了，而不是瓶子本身的本质就是兔子脚的空了。所以这个我们讲说，对말다. 兔脚空，那个空是哪个空？兔脚的空啊，不是宝瓶的空。兔脚的空就是那个空，就是兔脚的空，不是宝瓶的空。所以宝瓶就是兔脚的空结合而已。那个空不是宝瓶的空，另外一个空结合宝瓶。对啊。但如让西个东巴的是的搞了，噶是引起个东巴的如都加嘛，因吧？如让给让西第个东巴。他第二个的啊，就是如里当么你先嘛意思的。就我刚刚讲的，就是说那个瓶子的空是什么呢？是把瓶子放在这边，兔子脚放在这边，把它说瓶子是兔子脚这个空。而我们讲到说瓶子的无自性，或者瓶子的自性的空，不是这样的方法，而是瓶子自己的本性就是没有瓶子自己的本质就没有自性存在了。它是这样子来讲做这个区分来讲的时候呢，它不是多余加上去的，而这个来讲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讲的说瓶子是兔子脚的，因为这个跟我们中文的文法有一点不顺啊，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不是不顺，而是我们现在的人不用这样子的这种的用词来讲的时候呢，我们讲说瓶子，或者简单一点讲说瓶子不是兔子脚。瓶子不是兔子脚的这个时候呢，是什么呢？它跟瓶子不是自性存在时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瓶子不是兔子脚的，是把不是兔子脚跟瓶子，就是瓶子兔子脚不是，他把它做这个区分。而瓶子不是有自性的时候呢，它没有这样区分，是瓶子本身的本质就是没有自性存在的，就这个区分来讲的，所以后面才会讲说色不异空。是想说什么呢？色法所存在的本性本质就不脱离了没有脱离无自性的，它本身就，所以大家要结合前面的理由说什么呢？就是色即是空的原因是为何呢？为什么色即是空呢？因为色不异空的缘故。哦呀，但多么年的就入些满意些的，多么你入数些的直接的，点找我的几百嘞。让西个东明我你入下过来是，入下的干嘞，让西就东么一定义这个入下过去点的哒，让西个东么一定义这个入下过来是的干了，入可了东京王的让西个东么地图的下过来嘛都，引起个东么这个图的入下过来嘛的是，东么你的就入些嘛一些的，但个都几百嘞，卡帕起落上几百嘞。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原因，说空性是色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空性不异于色的，就是这样子，就是空性为什么是色呢？因为空性不异于色的缘故来讲呢，说刚刚讲嘛，不是说空性是色是什么意思呢？是在于无自性的当下还能安立，或能证明能成立有色法或我等的这些法的时候呢，
那我们在讲说空性的当下，不是在讲说我另外一者空，而在另外一个找一个例子，是在于空性的无自性的当下的这个当中，就自己就可以安立出一个色法或者是我。所以怎么说是空性是色呢？为什么空性是色呢？因为是空性不异于色的缘故。但我们都说的天是假过的，대신은 초와都是你自己하지的错了。단 초와 동바고 또만인 초와고 초와리 또만이 제만이 또만이리 좀 초와제만이 대는 신 드시르자 지르자 드시르자 나마시바르자 그래서 어두스레 刚刚所以대신 드셔야 돼. 刚刚的这种结合式空性，它就等于是前面两句跟后面两句就是一个是正面，一个反面的。正面的时候是说色即是空，原因是色不异于空。那反过来是什么呢？那空性即是色，为什么呢？因为空性不异于色的缘故，就是正面反面，正面反面的，它只是反过来反过去来讲，几乎是一样的意思。那后面的受想行识亦如是空， 대신 드시는 시든 돼. 读어야. 亦如是。那因为说受想行识亦如是，这个亦如是空是什么来讲的话呢？就要跟以上结合来讲，就是如同色法一样的这种的有结合四者呢，后面的受想行识也要这样结合。如果我们结合一者的话呢，后面大家就会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受即是空，空即是受，受不异于空，空性不异于受，和后面的想行识也是如此。 어야. 다 딘시에 된간서 도마시죠 거데다 딘지다버지. 아니 学习 가리요스나 다 가서 남서 니만 니반으로 돈이 년로 개체되체. 가서 간이 돈이 근제시 강랑 가서 지부시자 여러봐. 아니 대리 기지시야 여러봐. 다 대스모데 파. 뇽디 자토 그래서. 다 대스모데 뇽디 자토 바이는 아니 저런 소베데 센라. 돈이 로주 진행다 버지는 다베 고도 쉬고 차송한다 버지는 이제 자세 유에서와 뒤지체 아니 바연 쉬고야 지 가리베선 드리진 데서 평고어와 니 니만 숨 조서 계시에선 지어와 나롱기 데살로 로니 지디칼 페데 로 쩌숨 지시 로니 제네만도 든지 심마서 다스 그러와 소시 로니 지름부 제산조 오기더니 된다 되게 딩이 저로서 니만 쏘나야 도도 제니파 사초조 제니 되셔요라 다 이지마지 저로서 라바차디오스 지디레 니바들이 용 던지시니 라바 있는 데스지 돈은 유야를 제발 열어봐 마도지요 아니 가서 수익이네 던지 이사를 소선다고 제한되나 그日通 데스 레토금다我던지 좀 쉬那这我们以上应该是讲完了，或者简单的跟大家介绍结合式空性的这个来讲。可是大家要听完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应该说第二天再跟大家介绍说空性的重要性，以及前几天跟大家介绍何为空性，以及今天的这个结合式空性的这个道理来讲的话呢，大家应该要把这3天所讲的有关空性的东西做一个整体的一个结合。这样子如果可以做一个整体的结合的话呢，这才对空性有一个比较完整性的理解，或者完整的去了解的，这是一个点。和第二个点是什么呢？大家不要以为说我们在这个应该说，或者我们在这个3天跟大家所介绍的空性是非常容易或这么容易的快。我们应该说是在于寺院学了10几年的，或者10几年的这个成果，或者的感受，或者自己所觉得的或者认知呢，是把大家做这个整合，把它说什么放在自己面前，所以很容易的去吃啊，已经把这个成果已经摆在这个大家的面前了。那现在大家消化跟不消化就是靠自己了。那能不能消化是靠自己的时候呢？可是这个前面说所要做这个准备啊，或者我说为了要表达出这个的美味的菜肴的时候呢，已经是花了长时间来讲才做出这样子的给大家看。那现在要消不消化是靠自己而已了。这样子说跟大家讲是什么呢？是要让大家说什么？这个不是这种好像我们随随便便啊，或者简简单单就可以来了解。这个要让大家可以代表说，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和有它的价值、它的难能可贵的这个性质在这边。야, 다 들었든지 무슨 소리야? 也或者主要当觉人。这是，干嘛？那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来讲说的话，他说，那我们在于玄奘大师的一本的心经里面，后面有一个说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厄。那这个来讲的话呢，我们在藏文跟梵文有没有这个词汇？但的我做的亚克托尼有的了，况且个普蒙我得到讲了，这个多么那么样大吧，就是到给结了，东个他们这了东个他们这了主要加。这只有了呗。等你这趟的第二天呢，东个他们这了主要加，等你这的就全下，等你就当我做个표기만 배다 이나 저 근데 렉자게 만 배나 대越南면 나서 대 영자 탕산라면 표기만 배는 든지 지요 말에 요 말에 레자가 마비 제바데 nga 쟁금도다 레자가 마비 뒤바치 지만시去주상就叫了吧听那么多那我们在玄奘大师这边所翻的后面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边来讲的话呢在藏文的版本里面的话呢，翻译本里面是没有的。记得切，你把这了他印地希腊尼姆的这帮的指地，아니 장지 고갈 때 봐임 봐. 디디 칼랑 간조 때니 존졸 때니 베 장전으로 유에 돼 봐. 간조 비도 자이는 메 돼봐. 가족간이 같이 종소아. 진짜 이제 마도 당인 도티기 슈구텔라 아니 등이 통지를 조그레서야 든지 치근 잡아 자사용 자주는 문도 스티문도. 还有这个是因为我在写这本有关心经的解释的时候，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呢，在大藏经里面有关于心经的这个9本注解，我每一本都有看，我每一本都有去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就跟前几天有跟大家分享嘛，就是这边好像有一点是在梵文跟藏文有的，中文没有的，有这样讲的时候呢，有些说出原因跟等等来讲的话呢，那在9本梵文的注解当中，没有一本是说在于照见五蕴亦皆空，或照见五蕴皆空的后面有讲度一切苦厄的这个词，没有这个解释。对，没有这个解释呢，就可以代表说什么，在它的梵文的原本的这个根本颂有没有这个词？因为没有解释就不知道是有这个根本颂的这个经文。和第2本来讲的时候，我刚刚讲说，就是在于藏文的译本当中呢是没有这个度一切苦厄这个词汇，和在于说梵文的心经的广本里面有没有我不记得，或者有一点不清楚。梵文当中梵文。对梵文的。이나 니 세바지는 요즘 말에 쓴거 요랬다. 가르스는 고 당이 요는 제시데 고로와 자중. 我不记得在梵文的原本的心经的广本里面有没有的话呢，我不记得。可是如果我揣测或者推理来讲的话呢，应该是没有的。因为什么呢？没有任何一个注解有去对这一段度一切苦的这个词句有解释。那如果是在于心经的略本的翻译本呢，就是梵文的略本来讲的话呢，是没有度一切苦厄的这句话。好，言卡上老师第，我们有来讲到说，大乘修行的立根者在自量道之前有证空性，声闻独觉也在未发起小乘的发心之前有证空性的话呢，那空性是一样，可是三者在心绪上面所证的方法有一样吗？但的言老师卡上的在台北松个日间我呢老说的这个sem，但就是台北让伊 sem 个耳朵，但你都有不得基本上呢，但是当你都去的，当你都被纠正了说的基本上。这个嘛的不一样。感觉是这个嘛的是的，咱呢，是吧？当你都是考了进，他同步告诉，提起题目你不得，当你都的考了，第四日同这个嘛的是同步。你听着不？今天上午多嘛你都比西广吧的，卡子人吧伊那样，卡子人吧伊那样，等你别，他叫我经常开始的是吧？让进着不进，能搞不家，当你都比西，卡起几公个蛮太硬皮的，卡起几公个的是。提起因那什么多嘛你都比西的，卡起准备送公个哇，等于咱们这是技巧送啊。你把的搞的有点现那是的，你听都让这个什么多嘛你多把的。돈이 또지지 있는 리피는 좀 타입이군요 또 말해 리파치 돈은 또는 지그래 변나 땡제 답이 리파치라 땡이 사무토만이 또 연나 대롱 고되는 지고 아래 마도 지기 진세 노조 드미고는 사무토만이 고말 기파요 말해 그러 돈이 또니 될 녀한테는 에서도 또 손은 티니저 방토우리 티친 잡으지는 조 미디 가르쳐 줘서는 시저 방으로 와 시저 생이데 니저리 방카와래 근데 있잖니 고
돈이 또 비시디 최신의 슈 잡고 그래. 사무 돈이 또 비시디 최신의 슈 잡고 봐라. 니를 리빈으로 타입이거니 마도 바이는 돈이 또 비시디 최신의 슈 잡고 또 말해. 근데 이전에 디차닝은 만다가 지요레스. 아니 그 선지 저거 차니지는 나 만다가 지뭐 여러 봐. 대지는 장초에서 이지 뭐 공고래. 미 권지벨라메 주비션 추토비시들에 니로인했더니 말아와. 어떤지 제봐요래. 마도天机比率자 제봐는 인티란지 티지스 못들라 돈이 또 봐도 돈이 인해서도 또给吧지발했어. 那以中观应成派来讲的话呢，我们刚刚讲的三圣的这个修行者，在还没有发心之前，所证的空隙是一样，对，所证的空隙是一样，可是所证的方式、时间都有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简单来做一个解释来讲的话呢，从时间上就可以知道了。从什么呢？那个声闻的来证空性的话呢，最多就是可能说在他所修持要10几世，最多就是10几世，他就要证得阿罗汉果位了。那以独觉来讲的话呢，他可能是100世乃至是一劫一大劫。那可是你那有到一大劫的。如果再快就是一大劫嘛，就一大劫。那如果以菩萨来讲的话呢，他是什么呢？他是为3大阿僧祇劫嘛。他证空性之后是为了要累积3大阿僧祇的资粮而去证空性的时候，所以以时间上来讲的话呢，声闻独觉菩萨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以及所证得的原因也不一样了。那什么证的原因不一样呢？声闻独觉去证得的时候呢，他不需要依靠着所有一切的原因，他只要从一个原因就好了。他只要一个，例如说不用，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不是说一定要。他说就一个例子，他只要一个缘起因，透过这个缘起的因去证空性，再去现证，去断除烦恼障，获得解脱，他就够了。他只要这样。可是菩萨不是啊，菩萨为了要证空性，什么呢？是为了要去断除所知障的缘故。而断出所知障的呢，这个智慧必须要是非常非常有力量，它必须要依靠什么呢？要无量无边的正因，无量无边的原因。因为你有越多的原因，这个心识的力量会越大，所以它是依着无量无边的原因，也必须要依靠无量无边的原因，才有能力去对治所知障的缘故。所以在于原因上面也就不一样了。而对于他的对于护持他，或者说什么辅助他、摄持他的这个别的心绪来讲，就又更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大圣有摄持他的有菩提心，小圣没有啊，小圣就是为了只有出离心而已。而以目标也更不用说了，目标菩萨门是为了要成就佛陀的果位而迈向的，而小圣则不是，小圣只是为了获得解脱而去的。所以在这个简单来讲的这几个区分，虽然声闻、独觉、大圣，在以中观应成派来讲的话呢，它三者都需要证得空性，跟所证得的那个空性都是一样，没有差别。可是它时间、目的、原因、目标等等都会不一样的。他大致没得对。大概现在就是先讲这，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了。大家请合掌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중간 침보자에는 신체 중에 타지슈 개바 시와 소면서 지된제 주슈지 지된제 주슈지 지된제 주슈지